國會議員要求加薪，其實國會議員咧已經月薪咧已經2萬幾，仲有25千嘅固定嘅津貼，仲有其他可以申請嘅津貼，總收入啊應該超過4萬球，都唔係好可憐好慘嘅。真正可憐嘅受害者係我哋呢啲平民，我哋要被迫承擔馬丹尼政府不斷增加嘅責任，仲要通過增加各種嘅稅收、公共事業嘅關稅同取消各種人民嘅津貼。淨係今年5個月啊，馬丹尼政府已經讓國家嘅直接債務啊增加咗503億。自從馬丹尼執政2年幾以來啊，債務總額已經超過2500億美元，仲要取消不少嘅日常開支嘅津貼。人民活在馬丹尼政府嘅執政之下已經好慘。執政黨嘅國會議員通過取消各種嘅人民嘅津貼，應該係要讓嗰啲國會議員減薪，去幫助國家渡過難關，而唔係加薪。平民百姓生活喺水深火熱之中，邊個嚟可憐？好多國會議員不止冇實際嘅為民服務仲卸膊，仲借用國會議員嘅身份嚟掠取國人嘅利益。要求國會議員加薪根本係浪費國家嘅錢。